OK， 好，各位，咁啊差唔多到呢個中午嘅考試啦。咁今次大家將會面對咗成個完整嘅 DSE 課題，而當中咧最麻煩嘅就係我哋嘅 Paper Two。咁所以今日咧我哋會用呢一個大概3條片啦，講晒3個比較上重要啲嘅單元。咁當中包括咧呢一個 marketing，再加埋嚟緊嘅人力資源啦，同埋咧財務管理。至於第一課咧個單元一係因為個嘅管理度量比較少啲啊，咁我哋就唔講住啦。好嗱，首先每一課書都係温書前咧先唔好望任何嘢先望翻個 chapter。咁例如話今次啦，我哋嘅 marketing 咧係有5個單元。單元一啦，營銷嘅角色，咁即係話做啲乜嘢咧？無非就問翻你啲咩marketing 嘅重要性啊，有啲咩功能啊，咁最簡單背書嘢啦。第二個啦比較專啲啦，就係問個研究和消費者行為。研究包括啲咩咧？包括就係咧，例如話我哋做啲嘅搜集資料嘅方法啦、抽樣方法啦，跟住啦行為方面啊，就係嗰啲顧客嘅一啲嘅購買因素啊，或者步驟咁樣。第三啊就分市場啦，用翻啲咩行人地心去分啦。第四啦產品和服務，即係 4PS 同埋服務特性，咁啊有4個特性嚇。最尾啦就係點樣去提高顧客關係，咁即係有啲方法同埋啲技巧策略咁樣啦。好啦，然之後温書嘅時候咧，呢一本主筆記，咁啊當你咧，如果平時上堂有睇開嘅話，咁今日咧你話真係唔夠時間啦，要慳啲時間咧，咁呢本嘢可以擺埋一邊先，攞翻呢一本嘅考試天書。OK， 咁啊呢一本咧應該上學期派嘅，希望大家冇仔唔見啦。好啦，然之後天書嘅下邊啦，我哋去望一望翻佢。合共咧有11版字，咁算係比較多啲嘅，咁但係冇計啦，呢課書咧不嬲都比較多嘢背啊。好啦，咁但係背嘅時候都可以即係揀翻啲重點去温翻嘅。再提一次啊，當你温書嘅時候，如果真係唔夠時間嘅話咧，咁你迫於無奈，寧願你盡量去揀啲啱嘅嚟温。例如話啦，呢兩個千祈唔好 miss 咗佢啦，嗰啲因素啊，同埋嗰扎嘅方法咧，咁呢一堆嘢盡量就唔好 miss 咗佢啦。OK，咁至於你話嗰啲咩重要性步驟嗰啲嘢咧，可以之後得閒先再慢慢温翻。咁但係今次咧，盡量呢啲嘢温熟佢先。OK，因素啊、步驟因素同埋方法啦。OK，咁我哋望一望呢一課書啦。嗱陣間咧，如果佢係中咗因素和方法咧，或者係類似概念啦，咁我都會咧打個聲俾佢提一提你，呢個嘢你一定要温熟佢。好啦，咁我哋每一課書都係啦。嗱，而家假設啦。如果你係勤力學生咧，你可以邊聽呢條片去温翻呢啲重點啊，或者幫自己去回顧一下。如果你話你温得唔夠熟嘅話咧，咁就唯有就係跟住我嘅步驟，將一啲我覺得可能重要啲嘅課題，咁啊重心温多少少。其他課題咧就有時間再望啦。好，第一個啦，咁啊打個大聲俾佢先。呢課書第一部分一定要明白就係成課書嘅最核心 topic marketing 嘅概念。咁做啲咩咧？就係好簡單啫。嗱，你見到2個2選1啦，你可以答就係分析需要啦。滿足需要啦，同埋咧賺取利潤。咁留意翻3個咧係要齊晒嚇，要分析需要，仲要滿足需要嘅同時嚇，係需要賺取埋利潤。咁但係應該都唔難背嘅。OK，咁後面加翻例子。再提一次啊，考試入邊咧一定要俾例子，尤其是呢課書。呢課書嘅例子一定要扣題。其他嗰2課書咧，你話呢一啲扣得唔係好重，咁都算啦。但係呢一嚿嘢，OK，題目個情景啊，啲咩蛋糕店啊、化妝品店啊，全部都關事，千祈要扣翻落去。咁啊，你唔好當個題目係唔關事，如果唔係咧，去到公開試係攞唔到滿分。跟住啦，下邊啦，咁啊重要性啱啱講咗啦。由於佢嘅排序方面咧，就唔係嗰啲咩咁核心嘅 topic 啊，佢唔係因素唔係方法，咁所以擺得後啲先温。咁但係都講一講啦，有啲咩咁重要咧？其實咧有2個易背嘅。第一個最簡單啦，因為同翻上面嘅概念一模一樣。呢2個咧就係所謂嘅相同論點。咁你一背咗上面呢一個1.1之後咧，就會記埋下邊啦。哦，原來就可以找出和滿足需要。咁第2、3、4我會揀邊個嚟背咧？其實最好嘅話咧，就係去講翻競爭係，因為咧做營銷即係你當啦，可能係搞活動啊，諗下啲價格點樣制定啊，點樣推產品啊。其實無非咧就係一方面啦想啲顧客買你產品，另一方面咧就係避免你嘅對手同你可以太大嘅競爭，你即係話啦，增加翻你競爭嘅勝算。咁所以咧頭2個都 OK 嘅易背嘅嚇。咁3、4我哋唔多講啦。1.3咧就係個步驟啦，步驟題目咧就最得人驚，因為咧好多時候最驚大家就係第一記錯步驟啦，第二咧就係步驟記完之後咧，當你背啱課題啦，咁但係你有機會擺錯順序。留意翻呢度咧1.3同1.3.2咧，呢一個市場營銷過程咧雖然有4個嘢喺度啦，咁但係其實考試入邊咧應該按道理就未必會考呢個 point 嘅。咁因為佢太少嘢講啦，反而問啲咩咧？問下邊呢個步驟1.3.2。做計劃嘅步驟，即係話你 plan 活動嗰陣啊，你個 planning 有啲咩 step 要做咧？咁包括下邊4個 step。第一步做翻個表現分析啦，第2步啦 set 個目標啦，第3步揀啲人啦，
第四步做啦。咁點樣去用例子講下咧？例如話啦，OK，你而家係一間嘅假設啦蛋糕鋪頭啦，咁你發現咧，你而家銷量唔好啦。第一步你發現啦，OK，表現係咧銷量唔好，有啲咩弱點啊？原來發現咧，你嗰個危機就係隔離咧開咗間嘅可能假設啦開咗間中式嘅健康甜品先算啦咁啲人發現咧就你嗰啲嘢太甜啦，唔啱佢啦，所以唔揀你啲嘢。好，第一步。第二步啦，做翻個目標先。例如話啦，你想增加翻個佔有率，OK。第二步啦，第三步啊，揀啲 market 啦。咁當然啦，記住啊，做生意都係啊，你唔會揀晒全部人嘅，只會揀最啱嘅 market。咁例如話啦，你嘅目標就係後生仔咁樣，咁揀落去咯。第四步啊，做策略。例如話啦，你想重新咧攞翻呢一個嘅領導者地位，咁你就可能咧用呢個嘅價格嘅優惠去增加個佔有率啦，或者係用收購方法咧去增加你自己門店嘅數量啦。咁呢啲嘢我哋唔多講啦。好，下邊啦，組織嗱啲課書咧1.3.2咧，咁好多人會同呢一個嘅管理導論嘅課書撈亂嘅，因為都係按到啲咩功能啊、產品區域唔緊要，反正咧其實撈亂冇所謂，只要你個分類啱得噶啦。咁留意翻4呢個論點咧，兩課書係唔通嘅但係上面嗰3個咧兩課書都有。所以你可以咧喺做嘅時候，你可以淨係記低功能啦、產品啦、區域咁樣啦，即係等於翻咧按功能分部門啊，按產品線去分呢一個嘅公司啊，或者按地區可能咧係中國或者係呢個嘅日本啦、美國咁樣咁3個地區分翻都可以咁應該都唔係好難記嘅啫。咁組織方面咧，呢一課書個組織同我哋嘅選修單元1啦嗰個嘅組織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個管理導論都係差唔多。好啦，到執行啦，咁呢度咧考啲咩咧？就係考個活動執行時嘅因素啦。講到明因素所以要背啦。咁因此咧，攞支筆打個星俾佢先。因素題嗱，成班知暫時為止啦。要背嘅地方有2個，第一個背咗 marketing 概念佢啦。第二個咧 must 背嘅 must know 嘅就係呢個1.3.3啦。因素咁咩嚟嘅咧？就係話説啦，當你做活動嘅時候咧，到底個活動做得好唔好或者要唔要做嘅時候，要諗下呢堆嘢。第一個 plan 完唔完善先。如果你想去旅行，但係你都冇 plan 嘅話咧，咁呢個活動大機會失敗。咁第二啦，你有冇資源 ？OK， 都係例子啦。想去旅行，但係你冇錢嘅 ，OK， 你冇時間嘅，冇資源啦。第三啦，你有冇呢個能力去將個計劃做出嚟咧？你有個 plan 之後，你能唔能夠去帶領個活動咧？例如話啦，你想去地方參觀嘅，咁但係原來你個人係好懶嘅，起唔到身嘅，咁算啦，你都冇才能。咁所以呢啲因素就係咧，個活動要做嗰陣有好多嘢諗。第一步計劃做咗未？有冇錢？同埋咧個人有冇領導才能？咁會影響到啲咩咧？影響咗個活動嘅成效同埋最終嘅效果咁樣。咁呢個咧都係唔係好難記嘅。咁但係背翻3個論點啦，佢資源啦，同埋咧經理啦，同埋計劃。OK，咁最尾咧就係個控制步驟，都係嗰啲咩標準啊、量度啊、比較啊同埋矯正。你發現咧其實都唔止啲課書嚟緊人力資源管理都係有嗰啲咩 set 標準啦、量度啦、比較啦、矯正啦。不過講埋先，嗰課書入邊呢個步驟有啲唔同嘅。點樣唔同法咧？佢個步驟嘅分別就係佢係會做呢一個呢度有一個咧叫做表現管理嘅過程。咁都係有標準啦，但係咧第2步開始咧就唔係量度啦，就變咗做咧第2步原本係量度嘅呢課書入邊 marketing，去到呢一課咧人力資源咧變咗做量度。第2步、第3步係回饋，第4步咧係決策。咁如果你將呢2課書撈亂咗去記咧，就會出事啦，因為你發現咧步驟2開始咧已經唔一樣噶啦。步驟應該話3步驟3、4唔一樣，1、2都可以嘅，1、2都係標準啦，同埋量度啦。咁第3、4有啲唔同，所以溫嘅時候都盡量就係將相連嘅課題咧，如果你發現論點差唔多，你可以擺埋一齊，但係都要睇下有冇機會咧個論點係唔啱使。好啦，咁我哋咧第1版就講完啦。第2版咧就係咧到呢一個嘅 marketing research 做研究啦。咁有啲咩要記咧？第一啦，都有一句重要性同埋目的咧，可以之後先背咗佢。咁同埋今次咧，我將筆記入邊咧嗰兩個嘢 mix 埋一齊，因為佢兩個課題都有人話撈亂啊。咁所以你記一嚿嘢，例如話啦，找機會和識別危機，跟住再做翻個 plan，即係話咧做 plan 嘅時候咧，就按翻你目前咧有啲咩需要機會，有啲咩機會可以揀啦，或者有啲咩風險，然後咧諗個好啲嘅 plan 出嚟。咁第2步啦，就係睇下你現有表現啦，去執翻你嘅 4PS。咁你發現嗱一次你嘅 4PS 就係嗰個嘅價格啦。你發現咧，你而家做嘅係一個嘅滲透性，但係你原來發現啦，滲透完之後個銷量都係唔高嘅。咁即係話點啊？再減價咯。咁所以呢啲都可以達到嘅，唔係好難。反而啲課書咧溫嘅時候咧，咁下邊嚟料啦。第一個原始同埋二手咧，我諗大家應該都識㗎啦，都唔多講啦，唔係好難嘅。優缺點背一背啦，呢個啲重要by the way優缺點咧係排第3個順序。當你頭2個溫晒之後咧，就要溫埋優缺點。
因為呢啲嘢都係相對嚟講問得中機會大啲。咁所以咧都可以打個細啲嘅星俾呢度，優缺點即係好處壞處啦。好啦，到下邊嘅方法啦，方法一定要背。咁背啲咩咧？背翻個方法名，通常就問唔晒嘅，咁你可能背翻3個左右啦。咁但係其實咧唔係好難背嘅。第一個調查同埋咧質性咧做啲咩咧？個名好麻煩，但係其實都係講緊問卷啊，同埋咧 interview 咁樣，即係做問卷啦，或者係傾下偈咁樣。第三個觀察法即係神秘顧客啦。咁方法方面咧，記住有一答嘅時候先答翻個方法名，再俾翻個例子佢。定義可以唔講，咁但係咧點都講翻個方法加方法名，即係嗰個方法啦，加個例子俾佢啦，下邊都有例子啦。咁然後咧簡單去講一講咩係問卷調查。咁所以點解我話定義唔使背咧？因為你講緊下邊呢一個嘅時候，你按道理你嘅 common sense 會答到你佢有啲咩定義，所以你可以唔使背呢一嚿嘢查咗佢。咁但係嗰個名要有啦，即係包括啦，要有呢一個嘅觀察法要背咗佢啦，背埋個神秘顧客啦。咁至於下邊啲好處壞處咧，自己望住背啦，通常都唔係特別難嘅，因為咧做問卷、做訪問、做顧客你都見過晒㗎啦，應該平時都做開㗎啦。咁所以個地方你要諗咧，應該就唔係好難。好啦，到抽樣啦，咁啊抽樣經常會撈亂啲咩咧？就係將下邊嘅抽樣方法2.3.2同上邊咧呢一個嘅數據收集方法咧就撈亂咗。咁留意翻，你望翻字眼啦。如果佢話係收數據、了解顧客意見咧，就係呢一嚿嘢。如果佢話咧挑選受訪者，即係有抽樣嘅意思啦，咁就係下邊呢個方法。咁當中分做咧呢個隨機啦、分層啦同埋便利抽樣。如果你望翻筆記啦嚇，呢個咧就會再分做嗰啲咩兩個叫做或然率。咁啊呢度我就咁俾望一望算啦。筆記入邊咧分得細啲嘅，咁啊叫佢做呢一嚿嘅。呢度啊，咁我哋就會話啦，有兩種方法啦。咁當中分呢個或然率同埋非隨機，點樣分呢？其實頭兩個就係或然率，下邊呢個就係非隨機。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呢兩個名上邊咧有隨機兩個字，所以當然咧佢哋就係隨機啦。咁下邊冇嘅咪非隨機咯。好啦，然後啦頭兩版就咁樣啦，唔係好難，同埋報埋個因素。呢個咩意思咧？即係你抽樣嘅時候啊，有啲咩令到你嘅方法有啲咩變化？例如話，我可能咧嗰個嘅技巧啦，影響到你結果啦，或者係個 sample size 咧，影響到抽樣個結果啦。呢個講係影響抽樣結果嘅因素，即係你個結果準唔準咧，係受住下邊啲嘢影響嘅。如果你樣本大嘅，咪可信咯。但係如果你樣本係唔大嘅話咧，咁就唔可信啦。OK，咁啊下邊即係呢個都唔多講啦。跟住啦，呢一度啦比較方面咧，咁呢個反而咧就通常嚟講問機會就唔係冇嘅，咁但係問得嚟咧，如果你真係冇背呢一版，你都可以試下用翻前面嘅呢度嘢去估下啦。咁但係由於咧，佢喺答嘅時候都有個參考嘅項目啊，所以如果你唔背啲紮嘢咧，其實都難嘅。咁但係你話有啲咩方法可以背得快啲咧？咁就唔好5個背晒佢，容易背嘅咧就背翻個4同埋5。啱啱講咗啦，樣本越大嗰陣就越有代表性，同一時間就係咧，當你個樣本係越輕鬆攞到嗰陣咧，就越低代表性。嗱，呢一個講一次，咩叫便利抽樣咧？即係例如話啦，而家喺街上邊揾個最近你嘅人，就係佢啦。咁呢個人就冇乜代表性，因為咧最近你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有系統去分嘅話咧，咁就有啲唔同啦。所以咧按代表性。第二啦，難度方面啦，周街揾梗係簡單啦。但係如果你要分人分層，即係分做好多唔同嘅組別嘅話咧，咁就麻煩啲。所以背4同埋背5。好啦，下邊呢個都重要啊！呢本書 Customer Behaviour。咁啊有啲咩要背咧？大把嘢背，第一步背過程。咁但係留意翻咧，呢兩嚿嘢其實咧係差唔多意思嘅。個人嘅決策過程啦，同埋咧商業者嘅決策過程。咁但係點樣話差唔多咧？有啲分別嘅。咁其實按道理嚟講啦，嗰5個 step 背後嘅含義係一模一樣。Even 如果你話考試入邊咧，你將兩個書嘅論點嚟話啦，人哋問緊你呢一部分。但係嗰上邊咧會唔會死咧？咁就唔會死晒嘅，因為要望翻你後邊嗰啲定義關唔關事。嗱，有啲字眼咧，我哋減低佢先啦。呢度咧，我哋講過一次嘅嚇，嗰個嘅呢一紮嘢咧有個口訣嘅，需求咧係 needs 啦，然後 data 啦，評估啦，評估係呢一個嘅方案嘅 choice 啦。購買啦 buy 啦，同埋 after 係咪就 A 啦，即係 need PCBA 啦。咁下邊嗰個咧，其實就有啲分別。如果題目問嘅係個人咁簡單，冇乜難題啦。如果問商業嘅話咧，咁近呢幾個字眼係分別嚟嘅。第一個間低嗰個嘅叫做你嗰個嘅你要去描述需求。嗱，有啲咩唔同咧？上面就咁講觸發需求，
咁但係下邊咧你要，因為你係落單去買嘢啊嘛，你要講埋間公司需要啲乜嘢，即係包括啦數量啊，或者係有啲咩嘅限制啊規格咁樣。咁第二啦，個字眼咧就唔係揀呢一個嘅搜集，而係咧要去揾呢一個嘅報價同埋咧建議書，揾供應商。第三步啦，咁啊都係揀冇乜特別啦。第四步啦，購買決定。咁今次咧就唔係單純嘅俾錢，而係咧要簽合約。最尾啦就係諗下咧會唔會解約啊續約咁樣，所以就兩個嘢係差唔多嘅。不過咧喺温書嘅時候，你都要記翻啲字眼，就係、當你答緊下邊啲 part 嗰陣咧，你要去加翻啲字落去，包括啦供應商啦、報價單啦、合約，咁令到知道咧你答緊嘅答案係呼應翻呢一個嘅商業，而並非個人。好啦，咁最尾下邊呢度啦，就係咧一個都打星嘅課題，因為咧冷門嘅，咁但係問得嚟都有機會嚇。第一個啦，有啲咩會令到你做唔做資料搜集？例如話啦個經驗啊，咁啊多經驗咪唔做咯。第二啦，急唔急先？急嘅咪做唔切咯，或者唔做咯。價格啦，平㗎你唔會 search 咁耐㗎嘛，反而貴嗰啲你會望真啲，同埋咧個產品重唔重要？如果重要嘅話，你望一望個功能啦、評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重要嗰啲咧，應該都唔會大花時間啦。第二啦，就係有啲咩方法有資料咧，咁就係可以問下你啲 friend 啦、個人途徑啦，再問下廣告啦，用商業。第三就係用傳媒，可能新聞咁樣啦，公眾途徑。好，呢度都 OK 嘅。然之後下邊啦有一個重要課題啊，咁漏咗個星打翻先。呢兩嚿嘢咧，雖然話就話步驟，但係咧以步驟入邊咧都比較常問，所以打翻兩個星俾佢。咁至於下邊都係啦，因素要背啦，方法要背啦。咁呢版多嘢背啊，呢版啦，呢個都係啦，心理同埋呢個文化因素咧。咁當時講咗下邊就有呢個嘅自我感動啦，咁自我感動自己温翻去啦。動機呢度係啦，咁自己揾翻佢。咁留意翻你分翻咧兩個因素唔同啊，一個係社會文化，一個咧係呢個嘅心理因素，咁千祈唔好撈亂。反而下邊呢一度啦，呢、個類別嘅嘢咧，咁叫做分類題，即係咧分做好多唔同嘅組別咁樣啦。咁呢啲題目咧，咁多年入邊問過一兩次啦，唔係好多啦。咁但係温嗰陣咧，有邊啲係重要啲咧？我諗你可能重心去温翻個政府市場啦，同埋咧呢一個嘅機構市場會好啲。上面嗰兩個就簡單啲嘅，咁無非就係可能咧佢哋係買啲嘢翻嚟做嘅嗰啲人啦，同埋咧買啲產品翻嚟賣俾人嗰啲人，咁就冇乜特別嘅。反而政府市場同埋機構市場咧，大家可能都要知道係咩定義嚇。好啦，咁最尾咧就係呢個書又有足啦。其實成個 Chapter 2咧好多書都好重要。呢度。分別咁要做對比咯喎，通常做啲咩簡單啲咧，就係做數量啦，跟住嗰個嘅金額份量啦，然後個敏感程度啦，同埋咧嗰個嘅複雜性啦，咁呢啲又易背嘅嚇，呢啲都係好經常去問呢一個嘅呢課書入邊啦，都好常問㗎啦。數量多少問題啦，買嚟做啲乜嘢啊，或者係買幾多錢啊，咁呢啲唔係好難背嘅，所以都盡量記咗佢啦。呢課書都重要。好，咁跳到去 Chapter 3啦，應該。分 market 最緊要喺呢度，要記住啲課書咧，我哋成個核心第一部分諗起嘅就係行人地心，行為人口地理心理係點樣問咧？就係、問你點樣去區分市場，或者係咧點樣去做一個劃分嘅方法。所以呢個重點字眼就係問你有啲咩方法劃分。如果你見到題目問嘅係區分方法啦，或者劃分方法嘅話咧，咁就係答案啦。跟住啦，下邊啲人話會撈亂嘅，下邊有乜嘢咧？就係、評估佢係咪有效嘅準則。咁點解話會撈亂咧？因為有時可能題目問嘅就係評估呢個組別區隔嘅因素。咁有啲人就會以為評估區隔，佢見到個字眼區隔咧，就撈到上面。嗱，留意分別啦，上面問嘅係個方法，下面問嘅係個因素。所以咧係有唔同㗎，你望翻個字眼啦，上面我哋前面都分咗啦，因素和方法係唔一樣。所以啦，温書嘅時候啦，或者考試嘅時候啦，呢個問嘅咧係方法，呢個問嘅係個因素。OK， 因素，咁所以兩個係唔同啊。咁因素方面咧就唔多講啦。點樣評估佢有冇準則咧？即係有冇效咧？例如話啦，佢哋係有增長嘅，如果唔係咧個 market 就會衰退啦，冇價值啦。第二啦，俾到錢嘅。如果你個 market 係冇支付能力嘅話咧，咁你個產品就賣唔出。第三就係咧個 market 係可以 approach 到嘅。如果你話班人你都唔知咩人嚟嘅，見唔到嘅，買唔到嗰啲產品啦，咁就冇意思啦。咁最尾就係呢一個咧，揀完 market 之後咧，選擇目標時考慮因素嗱，呢個咧又多一個啦。成個書入邊3.1.1、1.2同埋咧2.1咧極度相似。咁呢個書又點樣分咧？呢個有啲唔同喎。呢個咧雖然都係因素，但係咧佢因素咧講嘅係訂立目標市場時，咁有啲咩唔同咧？嗱，上面呢個係區分嘅方法，即係點樣分啦。
呢個咧係講緊評估個方法有冇效啦，即係分完之後掂唔掂啦。而呢一個啦就係你去揀目標嘅時候嘅因素。你有啲咩唔同咧？上面係分咗做好多唔同嘅市場。好啦，例如話咧，而家咧我哋有4個 market 啦，OK， 1、2、3。好，呢步係分。第二步啦，評估下邊個好啲，呢個係評估準則，即係中間呢嚿嘢啦。第3步，我而家要揀啦。咁點樣揀？例如話啦，3支筆入邊，我要揀呢一支。跟住啦，我就要講翻揀呢一支筆嘅一啲嘅考慮因素。所以喺呢度，例如話呢支筆本身啊，呢支筆咧佢有冇呢一個嘅吸引支付能力啦，有冇增長率啦，有冇吸引力啦，或者係咧我哋公司自己本身啊，有冇呢個能力去做到？嗱，呢一紮嘢咧，你會發現同上面咧有少少相似，包括呢度個增長同埋咧個可支付能力。咁呢兩個咧係可以共通去用。點解會共通到咧？因為呢兩個都係問緊因素，只不過有啲唔同嘅就係上面講嘅係評估啱啱嗰3個組別嘅好處壞處，即係有冇效啦。呢個係評估你分出嚟嘅全部組別，但係下邊咧係評估你去專登揀嘅嗰一個組別嘅因素。咁所以咧係分咗㗎，呢個係全面睇嘅，一個咧就係望翻你揀嘅嗰嚿嘢點樣評估呢一個嘢要唔要揀落去。咁例如話你夠唔夠錢啦，佢有冇足夠嘅購買力啦，或者係你嗰個公司咧嗰個嘅宗旨啊，你個公司嗰個嘅目標啱唔啱呢個 market， 或者係能唔能夠符合到啦。第三就係咧有冇好多嘅對手。嗱，你做咗温書嘅時候咧，你呢兩個 load 我覺得 OK 嘅，因為佢哋都係因素，但係記住因素還因素。方法還方法，就唔好將上面3.1.1同下邊嗰兩個撈亂，因為佢哋完全唔同嘅嚟㗎。好啦，另外啦就係咧鎖定目標策略，咁呢個咧係一個嘅字眼係策略，同埋咧係鎖定個目標市場。所以啦，你如果當佢係方法都得，嗱當方法都得。咁但係如果你當方法，你留意翻啦，呢個咧係目標市場方法，呢個係目標市場嘅因素。呢個咧係個組別區隔嘅因素，呢個係個組別區隔嘅方法。分別字眼就係組別區隔，即係個市場區隔啦，同埋咧呢一個嘅目標市場。呢個咧係分晒個 market 做好多唔同嘅細部分。呢一個係揀出嚟嗰個 the one the only 你唯一揀嘅 market。咁呢度咧就有3個方法啦。咁例如話啦，無差異啦、差異啦，同埋咧集中。咁即係咩意思啊？無差異即係話啦，乜都揀。應該話無論個 market 係乜都好啦，淨係得一種產品。即係例如話，我唔理你係咩人口、咩年齡都好，一款產品你要就要，唔要就算。第二款啦，有啲差異，即係我哋咧會針對唔同嘅 market，例如話啦，年輕人嘅可能啲產品就會 colourful 啲啦，長者就會比較上咧係復古啲啦，咁就會有唔同嘅分別、唔同嘅差異。第三咪集中營銷，咁即係話做啲咩咧？就係佢哋咧同上面呢一個嘅無差異差異唔同。因為咧呢兩個咧都會去諗好多唔同嘅 market，嗱呢個就會諗晒全部 market 啦，呢個都係，只不過呢兩個分別就係佢大家都係諗晒全部嘅 market，但係咧佢嘅產品一個咧就係得一款，一個就好多款，而集中就唔同啦，集中就係借緊一個 market，咁而佢就會將全部嘢咧就擺落去，所以如果分別係乜嘢咧？無差異就係例如話啦，對全校學生都用相同嘅呢一個嘅獎勵計劃，差異就係按翻 Form 1到 Form 6，集中就係淨係針對於 Form 1學生。Form 5、Form 6、Form 3、Form 2，我哋全部都唔理，咁分別就係咁樣。所以咧，啲人成日撈亂集中同埋無差異，點解佢哋兩個唔係都係一嚿嘢咩？唔同㗎，呢個咧係one for all，呢個咧係 one for one。好啦，跟住下邊呢度啦，定位㗎嘛，經常都人温漏咗啦，温漏咗步驟㗎。咁但係啱啱講咗啦，步驟最尾先揾，所以都唔好理佢住啦。咁啊下邊啦，方法要背下，認定個競爭優勢方法，即係問你話佢問你啊。公司點樣去知道佢有冇競爭優勢，或者係點樣咧去訂立優勢咁樣啦？答呢啲嘢，答啲咩咧？用產品嘅差異、服務、人員、渠道、形象。咁啊例子啊，產品夠勁咪好咯，服務夠優秀，員工咧態度好。嗱，有啲人撈亂咗咧服務和呢一個嘅人員啊，點樣去分咧？嗱，留意翻啦，服務咧係 overall 嚟睇嘅，成個制度好唔好？人員係個別嘅員工，例如話啦，海底撈咁啊兩個都好啦。但係如果部分嘅公司下服務制度完善，但係人工唔好，包括有啲員工可能咧係態度唔好嘅，咁可能唔關服務事嘅喎。不過你驚撈亂嘅話咧，就唔好一齊寫啦。你答翻個產品服務都夠㗎啦。再唔係驚唔夠 point 嘅，撈多個形象啦，或者係撈呢個渠道咯。
例如話你如果送貨嘅話，你啲貨品會唔會好多貨，即係好多方法送俾人哋咧？包括啦，你會唔會有呢個快遞啊、自取啊呢啲方法？最尾啦，形象方面啦，產品唔好，服務唔好，但係形象要好咯。咁例如話你係好正面嘅公司嚟嘅，你專門做環保嘅，哪怕你啲產品差啲都好啦，啲人都會買呢啲嘢。咁下邊嗰個嘢就係咧，當你揀上面嗰啲嘅優勢時，即係你要去諗嘅準則。例如話啦，你如果想揀呢一個係產品差異啦，咁第一你嘅優勢係獨特嘅，啲人 copy 唔到啦。第二啦就係咧，你嘅產品咧係賺到錢嘅。如果你話我個產品好勁啊，我部手機係可以10摺嘅，接10個 screen share，但係賺唔到錢。同埋咧，最緊要係你個產品會唔會咧係呢一個嘅諗下先啦，獨特可圖，跟住咧呢個可負擔。OK， 如果你嘅產品係賺唔到錢，或者咧你公司都唔夠資源，或者係啲顧客都唔夠資源去買嘅話咧，咁啊達唔到呢個可負擔嘅概念。咁但係呢課書入邊咧，佢咁多優勢，如果你問我下喺温嘅時候，我會建議大家咧，如果你話温得好啲，想冇咁辛苦咧，咁你哋可能背翻獨特，即係你係咪得你先有啦？咁你下邊嗰啲咧，先機啊、優越咧係差唔多意思，所以你唔好理佢住啦。咁第三個可以背，第二個可以背嘅有冇利可圖啦。至於負擔咧，我都驚你解得唔夠通啦，所以都唔好理佢住啦。咁你反而温埋呢個可傳達，即係個優勢咧，你能唔能夠令到顧客知道 ？OK， 你嘅產品如果你有好多嘅優點，咁當你好獨特都好啦，你得你先有嘅。但係原來你嘅優勢冇人知，你收埋咗。咁你傳達唔到出去就冇意思啦。咁所以咧都係三個嘢加埋一齊，評估翻上面啲準則係唔係一個有效嘅一個嘅方法咁樣啦嚇。好啦，咁下邊定位陳述就呢度自己背書啦。將你嗰啲定位包括啦，向年輕顧客提供咧最高性價比嘅產品就係你嘅定位啦。好，最尾幾版啦，去到呢個 4PS。咁咧 4PS 咧就係呢個嘅最簡單啦。產品價格分銷方法呢度我哋唔多講啦。好，睇下產品方面啦。你嘅產品咧就係從某啲方面嘅嘢去定立優勢啦，例如話個包裝要靚啲啦，個服務會齊全啦，個特質好好啦，或者你有好好嘅品牌建立啦，咁呢啲嘢就係 common sense，我哋唔多講啦。其實 4PS 咧唔係好難嘅 ，4PS 尤其是如果問產品嘅話咧，你就咁講下產品點樣優秀啲就 OK 啦，基本上都有分㗎。咁你有好啲嘅咪講埋包裝嗰啲標籤嗰啲嘢咯。咁但係一般嚟講到個特質都 OK 㗎啦。咁第二啦就係呢個冷門啲嘅點樣去增加生產線。如果延伸嘅話咧，即係話由出新產品個目標啦，新係 for 新顧客。如果填補嘅話咧，即係話將現有啲嘢做得好啲，咁啊吸引翻啲現有顧客。即係話咧上面一就係嗰啲人本身唔買呢啲嘢，你用新嘅吸引翻嚟；二咧就係本身嗰啲人買開你啲嘢，你用啲現有產品咧去強化佢，令到呢班人再肯買落去。咁第 B 啦，價格因素。咁呢度咧第一個要背書嘅地方就係咧影響定價因素。咁包括啦，你公司內部啦，個目標係乜嘢啦？原來你想係求全嘅，咁你啲嘢咪賣得平啲咯。第二啦，你本身個 4PS 嘅組合係乜嘢啊？如果你話咧，例如話你而家本身咧，你 4PS 入邊你可能咧係個產品係好靚嘅，咁你嘅定價就唔會抵得去邊㗎啦。咁第三就係成本方面啦，你公司內部用咗幾多錢去做啦？外部方面啦，個 market 特性。假設啦，例子方面啦，如果 market 咧係完全唔俾人壟斷晒嘅話咧，咁你嘅產品只可以平啲啦，因為貴啲可能都或者咁講，如果係你自己壟斷嘅話咧，你可以賣得貴啲啦。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新入嗰個嘅行業嘅人，但係你發現咧個行業俾人打到係基本上係冇機會入到去啦，咁你如果用翻高定價係冇乜優勢嘅，唯有就平啲創造機會。咁第二啦，顧客嘅觀感咧，有時顧客肯俾幾多錢都好唔同噶嘛，所以諗下你班顧客嘅目標價嗰個目標嘅價錢幾多啦。咁另外就係對手有冇啲反擊行動，再加埋咧個 market 有冇呢個嘅負擔能力。咁其實咧，如果我自己温嘅話咧，我會背翻個1同埋呢個嘅3、4好啲，2同埋4就有啲遲嘅嚇，因為會到亂，咁所以背1、3、4。嗱，再講一次啊，因素題目要背咗佢，所以打個聲俾因素。好，另一版啦。咁到個方法啦喎，嗱呢度都一定要背下，因為呢度咧係一個好常見嘅問位嚟㗎。咁頭兩個最重要，撇油性和滲透性。撇油即係話先高後低，你見到啦，先高後低啦。第二啦，滲透即係話咧，先低價吸引啲人，再加翻個佔有率。咁之後要唔要加價就係一回事啦。咁但係分別就係上者係講明先高後低，下者咧就係低價。咁但係有冇高價咧就唔一定嘅嚇，所以你唔需要特登做到會高價為之。咁另外就係心理同埋差異啦，呢個自己冇講乜嘢啦。但係頭兩個要背咗佢。
跟住對比方面啦，咁啊呢度咧如果真係問對比嘅話咧，我建議就用翻個價格啦，最簡單啫嘛，平同埋高咯，同埋呢個顧客係敏感啦定係唔敏感。好啦，分銷方面啦，咁啊要記低呢樣嘢，第一步記翻個分銷嘅原因，直接和間接嘅原因。咁咩意思咧？你自己賣啊，定係咧揾人幫你賣，兩個唔同嘅嘢。如果自己賣嘅話咧，咁就可以慳翻啲錢啦，因為唔使請人啊嘛。咁同埋咧更加好嘅控制權。咁但係如果你揾人哋買嘅話咧，都有好處嘅。例如話你用豐澤好多唔同嘅門店、拼多多咁樣啦，咁可以增加翻嗰個接觸嘅顧客啦，同埋咧減翻低企業嘅工作量。咁呢度咧就主要係背優點，缺點咧有時如果考試去問到咧，嗱你話筆記冇喎，咁但係考試又可以問㗎，所以你都要自己嘗試去答一答。如果真係你冇背到或者筆記入邊唔包嘅話，好啦，跟住啦，下邊呢度咧都有方法啦，叫做種類，有啲咩種類或者有啲咩方法，你可以揀翻做密集、獨家同埋選擇性，有咩分別咧？密集即係話啦，全部分店都揀晒，豐澤、百老匯乜都要。獨家咧就係可能齋揀豐澤，而選擇性就係咧數量方面，我哋唔係要全部，亦都唔要一就選擇，即係你可以揀呢邊要啲啦，嗰邊要啲啦，咁但係就唔會要晒，亦都唔會單揀咁少咯。咁所以就3個中間點。咁但係個名記住啊，獨家、密集同埋選擇性，唔好將呢一個分銷同前面呢個集中營銷撈亂。呢個咧係嗰個嘅揀 market，你揀嗰班顧客時嘅策略。呢個咧係你點樣去將產品賣出去，點樣去揀你嗰啲嘅分銷商嘅策略，咁係唔同。同埋咧呢一個留意翻呢扎嘢只限於間接分銷，因為如果你直接嘅話咧就唔會存在啲咩獨家同埋選擇，都唔會有密集㗎啦。咁所以呢度唔好記錯啦。下邊簡單嘢 4PS 嘅推廣最輕鬆㗎啦，廣告啊、促銷啊，即係平啲啦。用公共關係啦，或者係做呢一個嘅單獨銷售。咁呢度咧，我哋唔多講啦，自己背翻啲方法同埋優缺點。好啦，最尾兩板紙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嗰個嘅影響推廣組合因素。咁啊呢個一定要背咗佢。推拉策略，推咧即係話將產品推俾人哋，拉即係吸引啲人過嚟。咁另外下邊嗰3嚿嘢咧就係望翻啦。係啲咩人啦？例如話啦，如果係廣告嘅，咁啊用翻喺個人市場度啦；如果係商業市場，例如話係啲大公司嘅話咧，咁就唔好廣告啦，用翻個人員銷售。咁呢啲嘢就簡單嘅 4PS 唔係好難，我哋唔多講啦。好，下邊啦，週期由介紹到成長到成熟到衰退，都好似人咁樣啫嘛。人一開頭咧就冇乜銷量嘅，冇乜人冇乜銷量。成長期啦，讀書嗰陣咧開始咧慢慢創造價值。成熟期啦，最高人工。慢慢跌翻落去，咁至於下邊嗰啲咧，咩成本都一樣㗎啦。不過咧有少少分別就係你可以當係咁樣啦。當你啱啱出生嘅時候咧，嗰個成本比較高啲嘅，因為好多嘅費用啦嚇。咁慢慢咧就可能開始咧你可以當成本就係如果今日例子係公司去起產品嘅成本咧，你可以比喻成啦，就係爸爸媽媽去養大家嘅成本。咁由你出世嗰陣就最高成本嘅，慢慢就開始唔使點樣養啦，咁就會變由中變低變做基本上最低咁滯。咁至於下邊嗰啲咩利用顧客自己背咗去啦，唔係好難嘅，但記翻個名㗎，有4個 stage。考試如果難啲嘅話咧，佢會俾個產品你，跟住佢會就係問你啦。第一佢係咩 stage 啊？第二就係問你咧嗰個 stage 有啲咩特性。咁所以咧呢啲嘢都要背咗去。咁最尾啦就係4個嘅服務特性係比較抽象啲嘅嚇。咁講下啲重點先。無形性啦，即係包括啦，可能咧個產品咧係佢哋冇辦法知道顧客，佢哋唔知道有啲咩嘅特點，咁所以啦，你需要用一啲嘅證書或者一啲嘅相片咁去俾人知道。咁第二個啦，不可分割，仲要啲咩咧？要重視啲咩咧？重視要互動。咁你背翻個字眼，重視互動，因為咧你嘅服務同埋你嘅提供嘅時間咧係黐埋一齊嘅。如果你越高互動嘅話咧，就會增加體驗。因為佢同產品唔同啊，產品咧你可以買完之後消費嗰陣同埋用嗰陣分開兩個階段，咁但係服務咧必須同一時間發生，所以啦增加互動性咧可以提高顧客嘅滿意度。咁例如話啦，俾啲培訓啦，同埋咧啲員工更加豐富經驗啦。第三個多變性呢個簡單啲嘅，員工會係咁變嚟變去，即係個服務唔同啦，咁就培訓同埋咧呢個嘅制度化，再問下睇下啲人滿唔滿意，有冇投訴。最尾啦，現實性啦，服務不可儲存，所以啦你要去諗辦法。能夠令到啲服務嘅需求咧變一變化，所以佢嘅重心字眼就係咧有冇辦法喺個需求方面處理咗佢。咁例如話下邊啦，需求方面啦，我哋可能咧用啲嘅屋台啊，
即係等啲人咧佢哋用 book 場嘅時間，令到個需求唔好咁集中，分散啲。再唔係啦，如果你發現咧都係太多人啦，咁咪請多啲員工啦，或者係咧增加啲工作效率咯。所以呢一個係重心在於啲咩咧？服務儲存唔到，我哋想提供機會俾更多顧客。所以咧嗱，不過分個性講嘅咧係個互動，而呢個講嘅咧係點樣去增加個顧客服務到嘅嗰個嘅包含率，即係盡量咧去覆蓋服務俾更加多唔同嘅顧客。好啦，呢個最後一個電子營銷就呢個都唔多點樣背啦，都好簡單。等於點解要用電腦嘢啫嘛，即係方便啲啊，高效率啊，呢啲都唔係好難㗎啦。最尾啦就係個 CRM 啦，即係咧顧客關係管理。第一步功能方面啦，吸新留舊講多次唔難嘅。第二步啦，有啲咩咁重要咧？就係咧服務好啲啦，因為你知道班顧客有啲咩特性㗎嘛。咁我背埋呢個增加交收銷售，即係當我賣支筆俾你嘅時候，我會 sell 埋呢一個嘅釘書機，假設啦，咁就係一個嘅交收銷售啦。再背埋呢一個咧收集意見同埋溝通。因為我哋要管理關係啊嘛，咁所以我哋可能不斷咁樣去溝通啦，同埋了解翻佢有啲咩需要。咁跟住下邊啦，忠誠度點樣影響到咧？嗰班人滿唔滿意啦？有冇溝通啦？有冇投訴方面處理？嗱4.5同埋5.4同埋5.5咧係差唔多嘢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問我嘅話咧，你可能用翻5.5嘅嘢都達到5.4。咁例如話啦，滿意度即係包括呢度咯，你能唔能夠去做翻個假設啦嚇？有冇一個關係聯繫咯？即係例如話有會員制度嘅，咁啲滿意度咪好啲咯。第二個啦，個溝通方面啦，咁例如話啦，如果咧你係有投訴方面嘅如果溝通嘅話咧，應該係呢一個嘅都應該似1多啲嘅嚇。1同埋上面1同埋2咧，同下邊呢個1都係相關性大啲。咁反而個3就可以冧翻落去下邊呢個2啦。咁所以咧兩個課題都差不多嘅，咁所以你話真係記錯咗咧都唔緊要，但係要背嘅時候都係嗰句啦，呢個係呢個因素，呢個係方法係唔同㗎。上面係有啲咩影響到忠誠度，下邊咧就係點樣提高翻個方法咁樣咯。咁另外啦，方法方面咧，我哋做過一次嘅 answer 大家都做到㗎啦。咁無非都有啲咩做會員啦、投訴處理啦，再唔係啦就係咧睇下啲人點解會走啦，分析下啦。再加埋呢個咧，確保產品做得好啲。嗱呢課書咧就多課題嘅，坦白講呢課書係多嘢背嘅。咁但係喺温嘅時候，其實咧加埋咧就有20零個 chapter 在，即係應該話啦，有20零個咁樣嘅課題仔啦。咁你温嗰陣，你話即係温唔晒成課書啦，優先咧做啲咩咧？就係將個 chapter 1 by 1咁樣樣。哪怕你話我最尾成個 chapter 5我 miss 咗佢。都好過咧，你逐個課題温啲唔温啲。你要目標係要將每一個課題獨立地 handle 咗佢。咁你例如話1你唔背咁算咯，你背翻個2、3、4、5咯。但係千祈唔好做話咧，chapter 1入邊咧我就背頭2個，唔背後背翻2個。因為考試入邊我哋嘅課題係按翻平均比例嘅。通常咧 chapter 1中咗1個之後，咁第2個就可能中咗一課書啦嚇，咁但係咧就唔會係咁中去嘅。咁反而你可以當就係考試平均啲，每一個 chapter 出可能咧大概係我諗約莫預翻4分左右咯，即係可能問你2個嘅課題啦，或者1個咁樣啦。咁所以喺温嘅時候，其實咧重心將個 chapter 搞掂佢就會好啲。所以你話你真係唔夠時間温啦，咁你揀咯。如果你問我揀邊個好啲咧，我會覺得你真係冇乜時間背嘅話啦，將2、3、4搞掂佢。1同埋5咧，一嚟 common sense，二嚟咧就係我諗做嘅剩得細啲嘅，咁但係2、3、4就成課書嘅一啲技巧方法，成課書嘅核心就係2、3、4啦。所以温書嗰陣咧，就將個2、3、4搞掂佢。咁呢度咧，希望大家用呢一條片，大概都耐嘅嚇，都約莫40分鐘㗎啦。咁但係咧 marketing 係比較多嘢講，咁所以咧希望大家知道呢課書有啲咩嘅重新温一次啦，同埋咧了解翻佢有啲乜嘢嘅考試嘅核心內容。咁呢個就係我哋 marketing。DSE 大概啦佔咗成個考試，我諗約莫係大概按比例啦。成個 DSE 嚇講緊係約莫14%，咁所以都算係比較多啲嘅。我哋7課書入邊咧，佢算係比重比較重嘅一課書嚟㗎。成個 Paper 2佔75%啦，咁當中佢佔咗大概75入邊咧嘅0.1、0.19，唔係喎，所以應該係佔咗約莫0.27。咁 sorry 啦，呢個嘢咧應該佔咗成個 DSE 約莫啦，假設啦，應該係條數未嘅啱啊，應該係你可以當20%左右，所以係大概係成個1/5嘅 DSE 㗎啦。咁所以呢課書咧温完之後，你可以當你已經揸住咗1/5個 DSE。咁希望大家咧翻去睇完條片之後，多啲温書，喺考試前咧盡量温熟曬每個唔同 topic，咁啊增加你答啱嘅機會。